講到今年年底呢，要進行這9合1地方選舉，民進黨上緊在明仔載就會徵調立委辛碧陽來選這台北市長，挑戰現任市長蔣萬安。兼任黨主席的總統賴清德呢，佇當天下晡也親身主持提名記者會，替辛碧陽掛這競選的彩帶。啊，若講到國民黨佇這彰化縣長的選戰，到底是敲袂好勢，是要派啥人來選？國民黨彰化縣長的提名人選即馬調佇遐，傳出黨中央想要來徵調前科技會主委魏明正，閣在積極爭取的立委謝宜豐，閣一擺話話黨中央和主席戴立文愛重視基層的民意，有可能造成原本彰化縣的一盤好棋滿盤皆輸。當然，那亞彰化縣黨部主委蕭景田嘛建議黨中央較緊在13個中常會甲人選確定，莫閣拖，而且可能贏的參選人陳素月早到也水真久啊。對潛在的對手，伊講會哪調整家己的腳步，哪聽民意。魏平正是社頭人，社頭鄉是蘇月的本定區，蘇月在這邊經營很久，在選舉的策略跟布局上，也必須要重新的做調整。在民進黨這邊，選對會拜三開會，確定徵調辛碧陽選台北市長。樂見啊，不只是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樂見，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以及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不分區都很樂見啊，積了很久的不安啊，終於得以釋放。我覺得這也是功德一件，就是說呢，如果今天是我出來，結果呢讓別人那麼開心呢，我也會覺得非常的愉悅啊。我們當然還是等這個黨中央的選對會做決定。對那也即是講，伊過去立委的提案內面，敢若無關心過台北市，辛碧陽嘛回應講，關心台北有真濟方面，而且伊家己即嘛是佇個立法院的國防外交委員會，當然嘛是專心佇國防外交。記者綜合報道。